大家看到我出建筑地，我要進來苗栗咯。哈？苗栗？我就中一下文土咧。奇怪咧，冇發燒咧。冇發燒？又乜嘅苗栗啦，拜同鄉要走神頭，騎坐空起來嘅嘈吵嘈啊，人混混，唔來看下，一個騎嘢，嗬，啊跳一個騎嘢，有冇一轉啊過來？一看，但可有50時，我攞33塊房呢。啊唔過，嚟吧。喲，海軍告訴你啦，唔來看你一片，仲要朝咗。右邊上。祝你主街，唔要再看啦。再看。酋長主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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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才能見起一個酋族。哦。冇唔錯，演武下期必愛來到南台灣出演武了。大家都知南台灣是有名嘅客家市咯，就係綠隊。對高雄民農到屏東嘅女僕嘅潮州家東，200年前清朝時代以來呀，客家人第綠隊地區開闢了13派莊、64西莊，啲高屏平陽鄉啊，開山丹啊，都見係你水彩地當到客家傳統文化哦。語言你係一體特色啦，雖然都係講西言，但係南北嘅腔調都係有精彩哦，也就也是演武下嘅重點啦。家我入來家嗬，有讀到呀，有人合作我哋講，漢客家爭來了。恁北部就講爭來了，係唔可以查。我恁南部係講爭來了。爭來了。嗰個就強強喺個爭來了。要再見就我哋講爭來了。我用堂堂啊好一樣。北部同南部所講嘅腔調，就係冇同樣。冇同樣啦。還有一句咧，係上還有那句啊，轉福卡。哦，轉福卡係咪要回家的意思啊？對。轉福卡，我哋南部人就會講，好嘅哦，一杯茶飲咪就好咧哦，我喺度攰你哦。攰奶咯。攰福卡。唔看啊，苗栗人嘅籬笆，閩南人嘅海軍講嘅都係西煙腔，不過因為天氣嘅關係，習慣嘅用語老聲韻好，未有得會冇同樣哦。不過基本上嗬，係你做得通啦。今日來到屏東出外見啊，海軍當然咪帶了槍手來聽書啦，係個一擺嗬就唱嘅閃閃呢。也很好上邊好，就像俺編撰一6對客家詞典的欣賞你啦，有沒有？甜心教主。哎呦，要上邊欣賞嗬，都係6對菜題嘅客家人哦。賴春菊欣賞，老李秀金欣賞，係6對詞彙庫嘅辨識語言。曾梅基欣賞咧，係客家說唱藝術嘅冠軍。今日又要上邊欣賞來聽書啊，聽奏啊冇問題嘅啦。今日嘅演武地點有4個哦，就係屏東嘅潮州老女僕誒，有蔡天然海軍帶定籬笆來去尋6對張耀嘅客家寶貝。一過程當中啊，先生就會準備10個手牌，共有10題我來考2位。一地位哦，南北嘅西煙腔都有，只要答對嘅1題嗬，也就做得拿到1分。嘅分數輕到嘅人就做得贏到主持費還有通告費雙倍的錢呢！哎呦，今日籬笆嗬要入境隨俗，我來學南西煙腔啦。放冇按到個，第3就來到潮州。呀，唔偏到嘅暗香暗鬧嘅番薯米絲就到位啦。好香哦！沙泡起來，沙泡起來，泡起來。頭擺很細年時間啊，看下阿公阿媽啊，每一場咧做店地度啊，吼，攏有安尼嘅番薯做。啊嘅番薯嘅啊，吼，扁米啊，吼，韓國較多。嘅當初阿婆咪咁樣咧，魚番薯啊，吼，嗰便宜啦，啊唔過貴啊，嗰所以吼，就連煮飯嘅時間，番薯嗰度番嗰少，啊食番薯食到強啊。人家都講食番薯食到強。哦。我哋北部講食番薯食到80強啊。哦，北部人食得強，係80強，啊我哋喺講啊，足強啊。南部同北部嘅客家話真差。還有，你看，我哋很細時節啦，吼，爸爸媽媽還有戶外教學，會出我哋去，哦，一個空地，用那個土窯的方式，有冇？安排
番薯。哎，有一个讲法吗？违番薯。係啦，违反薯都有呀，那個有啊。係啦，而家就講啱啦，喺度講哦，如果違反薯啦，用烤過啊，嗰種喺度講，係哦，吃些是番薯咯，真嘢都不是這樣。嚟吧，今日突然來啊，我哋台灣啊，帶咗請個黃金寶貝海鑽，你適當嘅時間會請我。到底乜嘅係綠隊醬油嘅黃金寶貝呢？唔單止海軍咯，連三位先生啊都親歐咯，剛來到潮州嗬，獻上愛食嘅美食。還有人嗬，當工對台北視察下來食呢。到嘞，黃金寶貝。寶貝。有個。哎，那還有南站木跟你都要可以了。當，我先點餐。有個，我愛5塊番薯餅。我愛。對啦，5塊。喺度都講唔低，都平都係。南台灣呢？南台灣呢？5塊。我終於可以講快了。對啦，你攞到水熟啦，5塊選不買。哎呦，海軍啊，賺到自家嘅鐵盤後，就可以冇窮樣哦。入邊嘅黃金寶貝、黃金寶貝，就可以番薯做嘅番薯餅啦。最近裝備嘅海軍啊，先拿3袋本3位先生享用。我禮拜等一下。唔過禮拜真係躲唔掉誒，美食當前一袋接一袋啊，停下落嚟啦。好吃了。這以後乃直接是番薯哦，是金豆，乃唔是石豆亞種叫嘢對。好吃了。好嘞。小你要按掉，我进出才不到1分鐘吧？天哪，好什麼？冇識藝術家啦，藝術家是哪些藝術家是？係啊！一見啲當地當有名嘅番薯餅，係出世喺萬萬嘅頭家鍾顯榮先生。26年前，老家姑娘向下來到潮州一片開業嘅，兩公婆嗬帶定奶爺，一家7口向下來打餅，就變咗潮州最有名嘅美食。最高紀錄嗬，一年做得賣得300斤哦。唔用我想到做呀種東西呀種餅咧，來賣咧。有人搞唔係咪？冇唔搞，看人哋做啦嗬，做嗌佢回來咯，幹嘛呢？做可能做講好食，他敢有過來吃嘛呢？你哋都用香港嘅包東西呢？因為嗌店咯，以前配會冇人買啊，你芝麻，嗌即個上我講用風安尼，一個飯頭糊，一個芝麻粉係安尼。啦，冇唔錯啦，今邊一號帶嚟是好食的以外嗬，主要我哋就愛嚟學五客家嚟哦，條家中開嚟學五客家好冇？歡迎，來老師，來，番薯種啊，按麵咧嗬，好清麵，按麵哦，我有講，一個先佢哋有得麵番薯，按你意思冇中央係麵番薯流冇番薯冇中央哦。冇中央啊！阿明呢種法嗰個貼番薯，嗰個係人哋貼啊，中央講貼。而家都講糯番薯、貼番薯，一個係北部咩人講呢啊？北部人講，講北部人講。整番薯。整番薯不是蒸番薯嗎？冇，用整，用整落去打料，南部講整係講嘅用剁的意思，係用剁啊嚟揼。你看過嗎？還有一種講法，我們用切麵，切番薯。按你用到切吧，按你切吧，哎呀，都喺南部同北部冇。
但请老番薯种做变难啊，哦，真是很辛苦哦。不过哦，有当多做目标嘅讲法，基本日啦都做得好嘅多。也提关两题嘅武侠法，哎呀，本日就穿到嘅啦。男士嘅讲法吼，赖先生一下就讲出来咧，所以也就两啥吼，各得到1分。至白事人嘅前番薯吼，即係由你爸去講出嚟，海軍冇講錯，故說目前嘅戰績係2-1，你爸暫時領先。好啦，也留一個焦點哦，再個轉到番薯餅，調價講吼，番薯餅我好食，聽說我用台灣菜地生產嘅番薯，韓國哦，我2種番薯來搭配到鄉下，長嘅番薯哦，一個纖維較長。嘅鹽嘅番薯吼，口感就會較鬆軟，只要佢有獨家比例來搭配定，做出來嘅番薯餅哦，就會好食啦。然後佢再示範俾大家看哦，真材實料夾來好哦。然後一個人潮要千多，哎呀，主要嘅人客有冇？明日都會來買，一買就30袋以上。係啊。哦，所以咧就要用一機器卡夾，好，啱個口味絕對唔會走係咧。沒有，唔記得咧，我有專家親親的，冇保安多，保20點不買多，保安多啊。好，按照款式來，款式哦。好，啊，全部哦。一小人份同嘅客家人有乜關係？哦，一出嚟搶講人哋條家用咧。啊。湯圓啊，一般都是客家人的那個過節的時候。哦。你主要講嘅主要啊，節日咧嗬，係客家人都過年過節有多個煮嘅東西。咩個人？節日咧？都嘛多節人啊？你每日都講話。人辦嚟。係先嗬，嗌苗啲人嗌北部嘅講節日咧。快些哈，唔見下拍到我哋南鋪啦。哦，快些，我哋講人辦，人辦啊嚇。按照款式來，款式哦。好，啊全部哦。全部。爸，唔點哦，唔調到啊，嗬，唔係今年是嚟兩個番薯餅下嗬，唔定第二啊，嗬，是嚟兩條番薯啊，兩條啊，一塊就係一條。哦，哎呀，真材實料哦。其實都冇可能按盤啊。哎呀，當盤。哎呀，葱麥噶啦。水，茶咩水肉？茶，煮過嘅。哦，安尼都可以吃。哎呀，今天一嚿誒，搞打那6分而已。我睇肉係香啲多。依家吼，啊煮好咧，種啊煮好。啊煮種翻嚟翻水得嚟咯，水得去。哦，用睇肉嘅，完全見樣。我也冇見大。因為呀吼，種啊分吼，每人家帶入去食。哦，因為溫度的關係，還有季節的關係，會干預到乾濕的問題，所以一長份落葉時間啦吼，要特別注意這個專業的歐白長咯。哦，我先嘅停下來，我今日也輸你去搞啊，我變粉色啦，也用嘅炒那樣。因為差唔多嘅吼，那調水落去啊。哦，攪茶落去啦，唔係沖熱白，用水啊落去攪，用炒煲嘅茶。調價講嘅茶其實就係煮過嘅滾水啦，因為煮過嘅嗬做得殺菌、較味鮮。老一個番薯奶含個番薯粉嗬，調到唔會粘包嘅長度哦，安尼就算完成了。一關還有第3題、老第4題嘅武俠法愛考試哦。番薯餅食起來軟綿綿，軟綿綿一個南西人法我樣嘅講咯。有請你爸先來回答咯。年紀大了。原住的，條價唔點啊？用嚟飲啊？哎，口頭老闆。原子雜啦。哦，原子雜啦。哎，你看一哦。嘿。原子嘛。原子巴拉。巴拉。原子雜啦。哎，原子巴拉。啊，咁我北部有北部啊嘛。準備哦。能北部有個。原來軟趴趴北部人個原子搭袋。哦。南部嘅都冇見咗啦。冇呢樣種啊。原子大啦。好。
元起巴拉。哎，跳家，看下好威冇？好威啊！看下人樣嚟。大粒哎，人字巴拉。巴拉，哎，真係人哋嚟學白鋪嘅，白鋪嘛真有意思哦。哎，元起答對。答對，趙秋怡答冇對。成績結算，第三題男士演講嘅元起得啦，元起巴拉，兩啥肯定手辦嗬，全部念錯啦。第四題白士演講嘅元起答對，哎呦，你爸講錯嘅啦。不過目前為止嗬係3比1，你爸喊你2線咯，海軍，佢加油的喂，也是人踢盤呢。結束嘅第一關，海軍帶領你爸繼續地籌組前6隊張油嘅客家寶貝之2。保證嗬，只要籌組上1位哦。哇！唔記得等下嚟嘛，蘇仔。阿丹講有一張阿丹來失病有關係冇？有關係冇？冇關係，冇關係。家長識社會，識哪睇天氣呀？識人啊？識嚟我杜上冇啊？杜上？杜上我冇。哦，杜上我冇。亞洲係白鋪嘅有客吧？嚇，杜上多少？咩啦？杜上我冇。杜上我意思都講。識嚟杜是我冇啦。哦，講講好我教啦，係啦係啦係啦。阿講講風雪。風雪。對。啊，日本人有唱後生語。老闆娘。啊，老闆娘。呀，帥哥美女。哦，按你今天做乜嘅啊？也係辦車啊。唔講一個人辦呢？呀。謝人辦嘅啦。哦，哎呀，有太啲辦呢？太啲咩？要包嘅。要包，係啊。你呢辦很多乜嘅辦？小狼病啊。病人嘅就識病咗喎，要乜啊？要做嘛要社會咯。要少啊？少嘅。病本身係人嘅，也唔過一料係社會東西。社會夾起來做到小狼病。太陽夾起來就按到小狼病。因為從嚟都沒有啲咩冇樣東西呢。一小狼病同客家人有乜關係？好，一出嚟唱歌，人哋跳緊用咧。啊。這湯圓啊，一般都是客家人的那個過節的時候。哦，主要講嘅主要啊，節日咧，嗬，係客家人都過年過節要多個做嘅東西。咩？乜嘅人？節日咧？節人？唔可以查。都冇咁多節人啊？你冇一度講話？人辦嚟。人辦，一度講人辦嚟。人辦嚟排泄嗬，係苗啲人係北部嘅講節日。快些嚇，唔見嚇塔到人哋南鋪啦。好，係啦，快些嚇。喺度講人辦，人辦嚟嚇。人辦，人辦嚟。人辦嚟。哎呦，我快些。哦，入境隨俗啦。我們以前只有冬天才有賣，客人就會說，這個蠻好吃的，為什麼夏天不賣？對，夏天賣吃熱太熱了，然後再加一點點的冰。以前冷熱冰不敢這樣子加，冷熱不敢加太多，怕會拉肚子。哦，然後加一點點。杜上唔冇啦。咩？好叫咱講貴啊，做哦，講啊後南坡經典咧。我先講小嘅都有誒，人辦誒，那個是板條。板條頭。板條頭啊，烏誒。一個咧。糯米粥，吃我們這個冷熱冰要有秘訣。什麼秘訣？因為它的料是熱的，是，所以你如果攪拌，一般我們吃冰會把它攪一攪，是，攪均勻。你如果吃冷熱冰，你攪的話就變水，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是用糖煮過，所以你不用擔心它會甜度會不均勻。所以你直接舀起來吃，就會有吃到那個溫的、冷的、甜甜的。跳到啊，喊前撲嘅時間啊，看到人哋跳緊用，你的手工怎麼那麼快啊？做幾年？40幾年，快50了。我從小學的時候就開始。真的，可以再表演一次嗎？有個功夫實在有啦，讚咩啦？佢一記太通詞哦。我唔講哦，係有作用嘅哦。有個調緊用，為咗防止那個熱湯哦都會擠出來嘅秘密武器。個調緊用講吼，攞糯米團哦切做細圓嘅，可以手眼協調，冇按過啦。唔信哦，唔用嘅試看啦。然後兩隻手要配合好。對的。一節，然後再移動。移動。對，再一節，一節。我按過咯啦。
家做也不用，做那一点会不用。那个老板娘还是你来了。手工无按简单咩？小挑战，实拍，爱看人家两个哦，喊你食本就好啦。好香哦！哎呀，下面是热的，直接从底下要才会热的从底下，对啊，从底这样下。哎，哦，直接挖起来吃就有吃到热跟，热跟冰。轻点一拿哦。我谈恋爱了。哎，你热的话加冰就不会太硬。哦。啊，刚车那个调到那个做那个本的不按的那样。黑啦黑啦。那是店长吗？对。店长。对，要来。北部的呀，客家庄的哦，无卖呀种的呢。北部无啊。台湾传省哦，只有土鱼。也迄种小人呗。小人饼啊，嘿呐。别聊可以水位啦，啊，粉撞下去有没有？就饼撞下去。撞下去啊，撞下去就变。变南通下落去啊，就变来，跟条跟条。哦。请问下哦，唔嘅迄，唔敢正经迄客家人啊？我妈妈面弄嘅，爸爸先做卡。面弄，妈妈面弄面哦。对，妈妈面。难怪呢，素面。外家出来了吼，你是人嘅。哎呦，嘛要讲嘅啊。冇要紧，今边人嘅任务下就係主要任務要教人講客家。哎，唔好講。有冇弟弟歡迎？來。一樣來記。熱就是小嘛哈。小貨啊。小仔。唔錯。而家東江喺動蝦油哦，要吹動濕嘅，濕氣人濕。叫做有牛屎味啊！大粒嘅就做咩拍，啊細粒嘅就做條皮。也卡硬咩呢？你看有黏，真叫黏咧。都要做呀。黏。壓嘅濕條去炸出好。你可以吃菜有底啊。一樣來記。熱就是小嘛哈。小貨啊。小仔。唔錯。要了嗎？捏發嘅。來幫一半，捏發嘅。OK，100分，再來一碗。來。哦。呀，炸落去啊，炸。落鮮啊！落鮮，乜嘅意思？就是拜登堂什麼新品的是東西啊？哦，是的，我邊用嚟？呀，米線係看毛嘛，該鮮哦。來，看到是夢鮮啊！來，哪邊發出聲音的？你說。那有客家人嗎？冇客家人。我就是很喜歡沒有客家人來學客家話的，這就是我的目的。來，能跟人家馬個先？濃鮮，還沒。如果不對的話，你們要請我。OK。這邊很多啦，看你要幾碗的。馬個先。牛鮮。嗰種佢建造嘅那個嘅鮮吼，不用講牛意思啦，放鬆一點啦。那他個人家一把好，牛鮮。非常好。大家注意哦，我來老大家介紹也係當有意思嘅五合巴牛鮮。頭擺客家百人杜康嘅愛鹹嘅嗬，我留佢放到當行嘅清鮮嗬，然後裝送嘅隻通作轉做牛鮮，背面牛鮮就引申為表強送嘅意思啦。好咧，一下我嚟統計下分數，天題熱發發咧，兩沙連念都唔曉念，第六題。落鮮，然後第七題牛鮮，沒冇答錯。哎呦，目前為止還係3比1，你吧還係2鮮咯。家下一題都冇答錯嘅2、3人咯，一下前面固定嘅是小人餅啦。一條咁樣講，
吉德福卡係喺民國55年開店，因為屏東天時凍熱，小人餅店多就變到一年四季都買到當好嘅餅。喺相信大家來到潮州天初都食過小人餅啦。唔過當時有人哋調價係按客家鄉錢咯。阿公用啲咧客家年，阿公啊，係阿婆嘅呢鋪嘅客家年。哦，所以唔聽闽語學客家話。阿婆，阿婆女仆的哈，女仆因为永定的客家话哈听不懂，他们是有点像少安大埔那边的唔會整的，唔會整的。所以吼，今明日請歡喜，喺採訪到人小人餅，阿屯鄉下來哈，還跟我哋發了，對啊，沒時間那個什麼感謝？哎呀，那我們了解了小人餅，小人餅咧，哎呀，還講客家話哇，唔係講有小人餅咧，寫嘢咧，安好順咧。誒，都講用寫嘢咧用冇咯，我寫嘢咧做嘅。你吧，明明係唔似架白蘭度，老寫嘢咧色香香嘅，行啲來調緊樣哦，地杯料行當多，冇按塗色咧，夾實體過後都來去睇三站嘛，睇三站係啲後隊女僕嘅，入邊又有內行客家嘅寶貝，而家點點眼咯。帶我來行太橋做那樣，帶我來行河巴辣啊樣嘅乜嘅意思咯啊？你今邊帶你去咧奇人，睇一個屏東女僕，還有一六對規則嘅屏東，千有名。哦，千有名。看到嗎？看到啦。人看到。哎呦！看。哎呦，做唔得，哎，佢較注意到講佢成日喺度個上唔開啊嘛個東西嘛個，你我都成日行嚟行。哦，現在未上唔開啦，你吧唔啲啦。睇過一片看嘅就太寶貝哦，睇過一個太寶貝啊，唔單止嘅六對一片爭油，行下去睇會晒下嘅寶貝中嘅寶貝啦。誒，來行下頁，前身門口啦就啲係乜嘅寶了。我總共係動蝦油嗬，要出一種石頭，鐵顏色。乜嘅啥？鐵顏色。鐵顏色，我家看啊。哎呀，就係鐵顏色，唔明一鐵啊染咪就係嘅。哎呦，拜託嘅嗱，又乜個攞鐵顏色，我呀都冇啲香濃嗌哦，一太袋。唔偏嗌嘅咧。叫做有牛屎味啊。唔係啦，就抽牙名嘅用嘅，有鐵味冇？有，用咗鐵絲味。鐵絲，哎呀，有本以為得我是我多啊。冇鐵絲味，鐵絲啊，鐵的啊，鐵的嗰種嘅上爐味啊。上爐啊，生鏽上爐。鐵絲味。啊，你前睇飲票嚟，中下一天我托高一種我都。鐵顏色咧。因為我哋一種石頭嚇，要多咩盤嘅石頭，一天我有一天嘅質感。一天嘅硬土。要用板面啦。哦，因為石頭還細啲。還是任可能係另外嘅用途，咩可以多雕刻？雕刻，有啲油啲唔同。啊？咩啊？有冇？有啲黑。錯咧，強用嘅咧。因為嗬，要帶塞皮又冇帶塞皮。乜嗰種都塞皮啊？即係鐵顏色要帶嚟塞皮咗嚟。哦，主幹色咧。有都唔咩，有都拍色嘅。有種得就同椰園強色。不過落變下落嚟，有都撐得下油嘅。右邊個大粒嘅，右邊個細粒嘅。哦，大粒嘅都做咩拍？細粒嘅都做雕刻。有啲奇種嘅葉片，同樣嘅體積地方，有種嘅石頭都比另外一種石頭再重1/3。哦，講句下主要係當我上去看入，卡出乜嘅東西來。咁啊咧，點解個麻煩？嗬，夾落去前日嘅。哦，啱啱你提起當個定。哦，一個老人家冇法會啊，冇法會啊。一位連國旗太高就個名聲傳千里嘅女僕嘅人，而係一位退休軍人咯。電馬祖退伍過後，就開始轉到家鄉一片來搞石頭。佢轉到家鄉女僕嘅，發現呢種當鐵樹嘅鐵顏色，就攞鐵顏色做成咩盤，還有各種嘅藝術品。經過林太國嘅樹啊，個鐵顏色就變做六對客家莊爭油嘅寶貝嘅啦。家下啲嘢咩東西，能得做啊喏？有騙我啊，冇騙我。講真嘅，每一年攏係調到去啊，你東港係嘢咩嚇？佢係入嚟講嗬，一塊一塊，嗰種貴嘅學用，貴學，比如龜甲鐵丸石，
也唔像老高的吼，也唔像老高也暗更唔該做。你颜色是说？也颜色。哎，弟係弟學有學法呢，我要鄭先生，鄭先生對，一講能講有學法呢。呀，咱期望上講，佢嘛個啥？也規甲鐵顏色。來講講，呀，迄林老師嘅報備呢，也唔可以數咱拿好，哎呀，唔較慘唔到地位，唔好哎，拿好來，呀，跌啦咱摕，都會三樣這樣呢嘛。搶條到後，迄真勁跌啦。呀，衝係跌啦吼。哦，那你講啊，白灰合法啦，係啊。白灰合法。唔做滿聰明呢，真嘅啦。視皮量低。唔錯呢。啊？林太哥，一個人曉得飲冇？我係曉得咯。哎呦，唔用咩白，安尼白灰你曉得啦？唔咩啦，佢有咩你認啦，唔咩嘛，用我有。你曉得咯？客家天這個很多。哦，忠實觀眾。有啦。叫做視皮量煞。我們老師有話要講哦。咩？視皮量煞。視皮量煞。太落鼻嘅鼻啊！哎呀，我真係加了解，也就衝一殺頭咁樣嗬。跌啦下去，視皮量煞。三槍槍。係啊，有兩個。我也上過，如果我都沒有啲係要談到一視皮量煞，即真件嘅畫法。真件嘅啦嗬。我生下來咧，係咪南浦有很懂咯？也跟南浦嘅你聽霓虹嘅話啦嗬。來考我們。冇喎，我可能同人哋個急講嘅嗬，都只有體質嗬，叫做視皮量了啊。哎呦，視皮量了，係，人家南浦係用對話嚟講。哦，視皮量了。對話嚟講。還有得提防吼，如果視皮量呀，視皮量呀，呀係呀係咪？啊個咧，視皮量樣白骨的樣。哦，樣白骨哦，視皮量樣。呀，下個樣呢？我一下個有視皮量照，用就算嚟照，可以照佢嚟啊。哦，照落去都山嚟咧。山嚟啊。哦。就像一個放下來嘅時間有冇山嚟嘛？哈，按牙屬於按嚟計，照，就會變成視皮量照。阿妹愛提白記錄提及佢嘅武俠法，真係有難的啦。嘅意思就係四分五裂。真先生講北西煙講嘅視皮量煞，南西煙就有四種講法哦。也係以呢兩對天氣分別動態，覺得氣味和附近嘅天氣嘅方言冇再結合，就會形成很多種嘅講法啦。也就係兩對南西煙客家話嘅特色咯。哦，有兩句實在太難咧，故說兩位當然就冇講錯。目前咧分數還喺3比1，你把兩線開舉2分。學題武俠法，接下來就會好好來看一下，林太哥用嘅老鐵顏色做到變咩盤哦，到底有乜個特色老講起呢？好，中國煙台地區嗬，一個端硯、有硯、有木做嘅啊。哦，我哋鐵顏色有丁硯、銅嘅硯，咱用看銅嘅硯。好啦，加入咗銅嘅硯。哦，當然一個係你嘅天然的，對不對？天然的。天然的啦，落鑊啊！哦，那你做出來效果都同端硯嘅端硯一樣。我穿下你咩？係咪？唔可能我穿下你咧。我哋一隻顏色做出來咩盤啊？都適合呀。哦，這種融合呀，時態呀，全部係地杯。哦。嗰我哋啊喺我哋東江係啲鬼火部。哦，我哋都講到來自太湖山嘅瑰寶，結合我哋在地文化，因此我哋做出來咩盤都按照文共煙。呀，你不如咩不如啥鐵顏色，真件落去係喏，我冇馬上先呢。冇，我爸冇上先咧。啊你哦，唔怕，我等下多分開。一條都沒有去河巴帶，有釀嘅料食。有啊，有飲，仲係可以飲啊。釀到嚟了未呀？哎呦，等下我哋來做分開咯。就用嘢嚟幫人做啦。仲有一片熟嘅啲，不能講係地杯質感咯。哇，精彩來了！林太哥講我先潛出手頭嘅紋路過後啊，再來弄一啲質感老鐵色就會天天地顯現出來咧。至於做乜嘅愛按做文共煙咯，也係因為女僕嘅裝有嘅創立詞就可以擊敗韓醫。
韩语又本人按做会韩文公，故说啊，林太哥就留一个麦牌按做文公嘅嚟啊。也卡年咩年啊？你可以念龙王呀。哦呀，真叫念咧，端眼一模一样种。一模一样。一種鐵顏色嘅硬土應該。差唔多基土到基土班。佢也墨汁啊，可以倒來食嘅魚啊，係嚟。將係隻機啊，都講仲講有啲辣嗬，有啲辣。有咧。壓嘅石頭去炸出嗬，一差唔多，有啲差唔多。你可以吃菜有啊。雖然講啊，好一個天陽地對楊景華有啲漂亮哈，唔係太極親自去梳的，但是呢，一個天陽嘅造型師親自對台北咯，落落一個女僕哦，老跳太極學一個梳面。以前咧，真嘅客家歡迎家跳南模哦，愛試一種跳南模型咧哦，不開心啊，相當不差。哦，是個悍將咧，快拿我！壓嘅石頭去炸出嗬，一差唔多，有啲都差唔多。你可以吃菜有啊。嫩水班，第一再做嚟，哇，咁有賣價。半重咧，唔介意呢一個嫩水班佢價錢是1萬8咧。多錢啊？都嫩水班。19萬咧，嫩水班咧。弟弟，先生，你看我做乜安講嘅呢？啊，有乜嘅發揮形容？人哋林太口嘅冇。南部北部中央有嘢嘅一支法律，雞公雞，愛來肉，愛來肉。哦，咁你雞公雞就雞到嘅對咩？多魚，間間啲做錯嘅啦。飯菜，頭拿刀哦，係啦，頭拿刀呢啲雞公雞咩嗬？雞公雞，哎呀，多出一塊肉啊，係。當正就會意外之財哦，雞公雞，愛來肉，釀來嘅。我講起來，釀起來。大家好上條，好。哎，雞公雞愛來肉是咩考題哦？也係鄭先生愛留大家分享嘅武俠法啦。一條鐵顏色嗬，作為咩牌？對林太哥來講，就係雞公雞愛來肉，也就係意外的收穫。唔過嗬，那唔係夾嘅木水暗號，一條石條又會變做寶呢？大會報告，目前省界雷霸3分，海軍1分，前面一關長春到一體嘅武俠法咧，海軍我看到唔是畢業啦。前面一站聽我哋女僕誒，唔過啊，一個6隊長有嘅保庇，唔咩物品，係一項屬意哦。我們來找一個手藝人，手工嘅藝術做出來。藝術風險看相片就對咧，打的演員一定都知道哪一部戲、哪一部電影。我是看過。你是看過啊？真嘅。一部天陽咧。1895咧。189，唔係我講亞種片咧跳南模啦。哦。我真記得嗬。剛剛好快要被他猜出來，我要幹什麼東西。真係有樣啊！以前我記得我婆也就嗬，就有14啊用嚟跳南模。誒，體育總就有印象誒。有印象。體育總在本看解擺的，也咁樣年點哦。牙婆。哦，牙。冇啦，你跟住對啦哈。係楊景華。楊景華。所以呢，一部天陽呢，老我今我敢介紹一個手藝人，一位手藝人呢，算是國寶級的咯，有相當大的關係哦。對，這個就是有考究的。有考究的。有考究的。以前呢，真嘅客家歡迎家跳南模哦，愛試一種跳南模型咧哦。我開始呢相當不差異。加下一種啊，也係有一般年紀嘅人哦，對也就會有印象。冇理解要到講，也係日本睇，實際真正嘅客家人歡迎家，都會試咧跳南模型嘅一種。哎呦，雷霸實在有那強嘅啦，一下就彈出來前面一關嘅主題係乜嘅？一關愛收嘅6隊之寶，就係一位小曲正太子，一種做起客家風時嘅3把頭嘅髮型嗬。目前全台灣嗬，搶存到幾13位啦。
虽然讲啊吼，也天养地对养景块也了头啊吼，唔要太子亲自去梳的，但是呢，一个天养的造型师亲自对头发咯，落一个女仆哦，老 Q 太子好一个梳呢，有错嘛？只一个头发清清苦嘛？七家师傅过辛苦。啊，一个咱有办法去家吃啊？啊，我做以前人员都七家师。咁我在嗰度看天做，哦，已经要300啦。要你有300了，算不下看。一份一个，两个，3个。哦，迄看一个头拿，一个铺份，一个，唔免一个安尼300。也系几种。哦，有几种哦。哦，我在度看下一种咧，有冇共样的呢？也怎么有？一个200。200，做嘛爱200还有300，做嘛安尼分呢？以前人员200啦，哈，如果以前结婚人员是的，洗阿嬷的是的。哦，有分。咁一种咧？有那200啊。 200，也以前伊个是啊，伊个头线啦，哈，伊无加门骨。乜个蒙古？嘛个意思。伊加比胖胖的都门骨。刚刚我讲200条做无结婚，唔像啊，伊按落去，其他就200条爱用吃。哦，因为伊年纪过大嘞，伊头那无有过瘦诶，所以伊无法度是300。啊，是300过费时间啦，啊，所以伊都200个价。啊，200喺吹那本本言語唔錯。哦，佢唔係，佢看面就看面就。看面有作文無就啲嘅係咪？咁係而家見啊，吼，見一個石頭有乜嘅噴霧嘅啦、發雕嘅啦，吼，可以試一種條。啊，條白可能冇一種冇一個化學嘅東西，咁我用辦事啊。沙拉油。冇。用油蟲。油蟲？油蟲都點解人講蘆薈？ 蘆薈啊，煎的，嗰人哋裹的，煎的都剥開來，刮刮啊，有人都用濕的啊，吼，抹得頭那毛孔都濕濕啊。咁喬太子啊，咁你做一個紅葉啊，吼，有乜嘅順口溜，還係有下法，可以讓人哋出下分享嘅冇？幾種石磨好啊，哈，都營業。幾種石磨好營業。啊，加磨好老公都1成嘅。加磨好。老公就1成嘅。 喬太子講，頭擺嘅客家歡迎家嗬，康堂嘅體檢事情就愛4條拿毛，一幾種模式好哦，使我本人社會喲。哎呦，見啲基地安難得，海軍還鐵絲做客家南山，就會愛本也喬太子嗬，攞佢壯到將將。哎呦，唔過一個時間嗬，1分1秒嘅高鐵，你看你把啲都冇衰啦，嗬，總算1點鐘過後。 安詳嘅客家母嘢點做了？哦，是在翻牆嘞！乖孬哦！來喲！真難得咯，哦，佢試下都一個鐘都200條，就係含錢加嘅小妹嘢，哦，還係比較年輕的，哦，啊上到青醬嘅啦，吼，就可以使200條。沒啦，喺入面有啲伊蠻加嘅吼，要到有蘑菇嘅啊。 啊！有蘑菇嘅糖有冇？蘑菇係短短嘅蘑菇。汗毛哦。嗱，有蘑菇，哎呀，台北唔難當喺度上啊。唔像啊，條緊樣，條太太佢冇蘑菇嘅啊。蘑菇嘅你真係。你看到冇？今邊你吼，為了試下200條吼，你看人哋2啥？條太子。 有冇皮下了搭配了清好？真嘅呢是樣時啊，紅木子一打開來，好北京了啊沒有，哎呦，迄個貴孬啊！貴孬哦，一個每一本帶出去有。有面子。哎呦，那這個嘛跟我清好關啊！真嘅有樣，真嘅有樣。另外一種 fish。我講吼，我有樣用幾批10亞種頭啦，冇一難得呢，而家全部係用食苦嘅。小太子。 哎呦，咁樣食到好一個咯。老板說我看老人家事。阿婆阿太啊。阿婆。就當你這個安尼事。啊有教唔？冇。啊，條企喺旁邊呢，條條看，條條看。差不多5、6歲嘅時間，老人家喺度嗰度石頭，人家都會見看，看到都記起來。真嘅了。所以今年人冇皮啊搞要200條、300條嘅。 因為也冇人做呀。哦，係啦，今年人我唔是啊嘅，真今年呢，這個完全沒有假髮，都是我自己的頭髮，喬太子條乾用安尼，剛剛打造的，親手這樣啊，幫大家看一下，哎，來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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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冇？
看到吗？标准的200条有吗？哎，这个号码请满意啊个条，这都唔会查嘞。哦，是么你呢？太极。哎呦，按位10条10啊都按讲，知道吗？刚刚能就来 Q 他了，好5号发好吗？来，老师，漂亮吗？看到冇？妹，来讲，根本你是按丫头，所以那不能抢咯。按丫头。按丫头，有要5号发哦。不够啊，按奖啊。哦，一丝不苟按奖啊，不卖人抢哦。嘿，头摆吼，老人家啊，叫啊本人抢，他们都过年过节，啊有过太节气，他们都过太的事情，他们都还有偷心求干的呀。那我是按奖。来把啦，再拖时间啊。哎，我们是按丫头。哦，咁有一罐有乜嘅5號發佢講嘅人睇價咧？有，太極。哦，學嘢是真無簡單嘅嗬，愛請有耐心哦，冇耐心嘅話冇合土嗬，上面咧3分，人家講3分鐘一土嘅話嗬，白鋪，對吧？白鋪講3分鐘一土又講。3分鐘做咩？哎，入門處耶。入門處耶，錯嘅啦。恭喜你吧！第10題嘅5號發入門處耶。講錯你，2-1、4-1，泰森海軍唔單止個拿到自家嘅通過費，還贏這位海軍嘅主持費啦。唔過也俾賴先生就會因為看到後太子石頭那麼安有耐心，就會考野雞5號發哦。結果你們吹野雞發係有故事嘅喲。頭擺呀，因為後生人，佢中意為寫乜嘢？遇到愛討忌就當接去業務卡來拜訪。早期無天人，請有一支吊天門那邊嘅吹嘅來開門，結果也被後生人拖到對方過後態度突然就變態了呢，就冇按熱氣咧。故說你們吹嘅野雞巴就引申為3分鐘一吐，沒有細心研究嘅意思啦。你們吹嘅係白事人嘅用法，係南事人按樣嘅講咯。一下賴先生愛留大家分享哦。呢邊我係仲講喎，嗰條咪出嚟好樣啦，出嚟睇出嚟出嚟，一下都有喺度咩嗬？啊係呢個一出貨嘅啦，係嗱一出貨嘅嗬，啊都無牌嘛學話呀，學過叫人會係。也見出咗貨嘅事情哦，也醫生員唔會講嘅。一出貨。有人講反呢貨啊？反那貨一出貨啊！人家講反那貨，人家講出落貨。出落貨啊！哎，出落貨。出落貨。也見講係北部咩有人講，有談過出落貨，出落去就會出貨啊！出來貨。啊都一出貨嘅。哎，出得幾好，出到冇，哎呦，順順下嘢冇。哦。係啊，全部後生嘅啊。見邊啲係學啊，無論前度一個後太接法。真勁啊！有唔地有你們實驗中睇。真勁阿公真勁，你真的可以稱為國寶嘞。國寶啊！哦。係見有到講撲氣嘢讓我死。哦。撲氣嚟啊！撲氣嘅造型師點都來唱高級啊！哎，這個其實我覺得會再復古回來哦，可能有你們實驗嘅第一解放嚟行送啊！哎呦，唔看啦，嘅海軍因為是按獎嘅200條佢歡喜嘅完全唔記得佢冇拿到主持費啦，嘿，根本嘅認識嘅按到6隊醬油嘅客家寶貝，未學到嘅南埔、老北埔無強嘅5號8，大家都記得咧嗬，平常我哋生活當中來應用哦，希望下禮拜再見。